深夜時分，你打開廚房最入面嘅櫥櫃，摸出一個鐵罐，拉環掀開嗰一刻，罐口傳嚟輕輕一聲泄氣，一陣若有若無嘅甜香慢慢散開，將罐身倒轉，一層淡黃色液體穿過濾網流走，最後留低滿滿一碗金黃色玉米粒。成個過程唔使20秒，連爐火都唔需要開。同一種食物，台灣通常叫玉米，香港叫粟米，馬來西亞同新加坡嘅華人大多亦叫玉米。為咗方便敘述，之後我哋統一叫佢做玉米。問題係呢啲玉米粒已經喺鐵罐入邊擺咗1年、2年甚至3年，點解食落仍然咁爽脆？罐入邊嗰層液體究竟係乜？難道只係自來水加糖？點解成個玉米罐頭行業都一定要同一個12小時倒數競賽？稍為延誤，成批產品就要降級。仲有一個更加出乎意料嘅事實，罐頭入邊嗰種熟悉嘅甜味，其實唔係玉米原本擁有嘅味道。佢源自1953年美國伊利諾伊州一間實驗室，一粒乾灼罩粟，任何農民見到都會當成次貨調走嘅突變玉米粒。呢個背後絕對唔係一門小生意。單係2024年，美國甜玉米產量已經達到5270萬英擔，約239萬公噸。當中絕大部分唔係用嚟水煮之後直接食，而係送入罐頭廠同埋冷凍廠。產區分佈亦都同好多人想象唔一樣。愛荷華州嗰片望唔到盡頭嘅玉米海，種嘅其實係飼料用硬質玉米。真正供應罐頭廠嘅甜玉米，主要集中喺明尼蘇達、華盛頓同威斯康辛3個州，3州合計佔全美加工甜玉米種植面積接近80%，放到國際貿易市場，向全世界出口最多玉米罐頭嘅國家，第1名係泰國，第2名就係一個可能令你意外嘅歐洲內陸國家匈牙利。今日我哋會走入玉米罐頭工廠，睇下人類點樣利用6把高速旋轉刀片、一鍋接近沸騰嘅熱水，同埋121度下持續3分鐘嘅高壓蒸汽，將新鮮期只有3日嘅一條玉米，變成可以喺常溫貨架上安靜保存2至5年嘅鐵罐食品。一位退休捕鯨船長將玉米封入鐵罐，玉米罐頭嘅故事要由一個估唔到嘅人講起。一位退休捕鯨船長，1839年，美國緬因州波特蘭，一個叫伊薩克溫斯洛嘅人結束捕鯨生涯，返到陸地。佢年輕時去過法國，好可能喺當地接觸到新出現嘅灌藏技術。返到波特蘭之後，佢將全部精力放喺一件事，點樣將新鮮玉米密封喺鐵罐入面，令佢幾個月後打開仍食得。呢件事比聽落困難得多。玉米嘅酸度好低，細菌喺入邊生得非常舒服。溫斯洛由1842年前後開始正式試驗，做法係將玉米粒由穗軸上刮落嚟，連同本身嘅天然汁液一齊入罐封口加熱。去到1844年，佢證明綠熟狀態嘅玉米經特定溫度同時間加熱後，可以長期保留原本風味。1852年，溫斯洛專利密封綠玉米喺市場正式成功，但係專利之路非常唔順利。美國專利局最初根本唔相信食物可以咁樣保存，佢反覆申請，直到1862年先攞到專利。距離第一次實驗已經過咗20年，但個產業其實早已發展成型。去到20世紀初，緬因州有111間罐頭廠，大部分都生產玉米，因為喺雜交甜玉米出現之前，當地涼爽氣候正好最適合種罐頭用玉米。真正令玉米罐頭成為家家戶戶櫥櫃標配嘅，係明尼蘇達州一間小公司。1903年，納敘爾鎮14位商人夾錢開一間罐頭廠，取名明尼蘇達谷罐頭公司。第1年，佢哋只有1個鍋，玉米由馬車從田間運入廠，婦女用人手剝殼，每蒲飾以人工3美仙。嗰一年，佢哋賣出11700箱紀念玉米。1929年，公司推出真空包裝嘅原粒黃玉米，商品名叫 Nibbles， 就係今日超市原粒玉米罐頭嘅原型。1950年，公司索性將自己改名為最出名嘅品牌綠巨人。不過呢班人解決嘅只係點樣保存玉米罐頭真正變甜，仲要再等半個世紀。個轉捩點嚟自實驗室入邊一次意外。1953年，嗰粒被當成次貨嘅就粟玉米粒。1950年代之前，玉米罐頭唔算特別甜。
當時嘅甜玉米依靠一個叫 Sugary， 簡稱 Sug 嘅基因，糖分有限，而且收割之後下降得極快。轉折出現喺1953年，伊利諾伊大學玉米遺傳學家約翰盧格南當時研究兩個基因嘅關係，一個控制玉米粒嘅紫色色素，另一個叫 Shunkin，2簡稱 S2， 佢會令玉米粒長得乾全找縮。任何農民見到呢類籽粒，第一反應都係當次貨。但盧格南追問一個問題，佢點解會走？剖開分析後，佢發現胚乳儲存嘅澱粉特別少，所以曬乾之後冇支撐而塌陷。但係佢嘅糖分竟然係當時普通甜玉米嘅4至10倍。盧格南將結論發表，向育種界推薦，結果幾乎冇人感興趣。育種家顧慮好實際，咁甜嘅玉米會吸引更多蟲害，籽粒走縮，亦會令發芽率變得極唔穩定。播落去可能大片缺苗，大學後來甚至削減佢嘅研究經費。盧格南索性返自己農場，同幾個仔繼續育種。8年後，佢哋培育出名為 Illini Super Sweet 嘅雜交品種。1961年，由伊利諾伊基金種子公司投入商業推廣。今日呢個曾經被視為缺陷嘅突變基因，已經主宰成個產業。美國超級市場入邊嘅鮮食玉米，超過90%都係 S2 超甜系。S2 仲有一個對罐頭廠更要緊嘅優點，就係佢將糖轉化成澱粉嘅速度比 S 遙慢得多。換句話講，佢經得起運輸同埋等候。呢度就出現咗成條產業鏈最關鍵嘅一場競賽。玉米一離開植株，籽粒入邊嘅糖就會持續轉化成澱粉，甜味下降，口感由脆嫩變成粉硬。所以罐頭廠嘅標準非常嚴格，由收割到入罐封口，成個流程必須喺12小時內完成。呢個時鐘由田間刀片落下嗰1秒就開始倒數。既然係咁，我哋就先去田入邊睇下呢場競賽係點樣起步。60至80日，一場糖同澱粉嘅時間差。甜玉米嘅生長期好短，由播種到收割一般只需要60至80日，令佢喺輪作安排上非常方便。喺台灣，食用玉米主要種喺中南部平原，雲林、嘉義同台南係主要產區。根據農業統計年報，台灣食用玉米種植面積長期約14000公頃，年產量大約10萬公噸。冬春季係超甜玉米品質最好、產量最集中嘅季節。品種方面亦各有分工。早期由美國同日本引入嘅薄皮軟質品種，風味好，但怕高溫高濕，所以本地推出植株強健、抗病力好嘅華珍，果皮較厚，卻更捱得過台灣夏天。將鏡頭拉到歐洲。匈牙利係全歐洲甜玉米種植面積最大嘅國家，每年約37000公頃，而且高度契作化。農民同加工廠喺前一年12月傾價格框架，隔年1月至2月正式簽有約束力嘅合約。種普通甜玉米定係超甜品種，幾時播種，全部都寫入合約。匈牙利收成嘅甜玉米只有大約5%由農民手採喺市場當鮮玉米賣，其餘95%全送入工廠製成冷凍產品或者罐頭，當中絕大部分出口。呢度順便講件好多人混淆嘅事，全世界產量最大嘅玉米唔係甜玉米，而係硬質玉米，即係飼料玉米。2024年美國穀物玉米產量大約151億蒲息爾，接近3.8億公噸，規模係甜玉米嘅100幾倍。兩者由種子開始，就係兩條唔同產業鏈。台灣喺呢條產業鏈上嘅位置亦非常清楚。硬質玉米自給率長期低過2%。2021年本地產量只有大約6.5萬公噸。但畜牧同食品業者一年入口434萬公噸。換句話講，台灣餐台上嘅玉米罐頭可能嚟自泰國或者匈牙利，而台灣豬雞食嘅玉米幾乎全部嚟自美國、巴西、阿根廷同南非嘅貨輪。不過對罐頭廠而言，真正緊張嘅時刻唔係喺田間，而係刀片落下嗰一刻，因為由嗰1秒開始，糖就開始跑。一部機器點解一定要溫柔？收割甜玉米嘅機器同收割飼料玉米嘅聯合收割機思路並唔一樣。飼料玉米追求效率，直接將籽粒由穗軸上打落嚟，整爛幾粒都冇所謂，反正之後都係用嚟磨粉或者發酵。甜玉米收割機嘅首要原則就係溫柔，機器沿住田壟之間前進，用鋸齒刀或者圓盤刀將植株由基部整棵割斷吸入機器，內部一組反向旋轉嘅滾輪，剝走外層葉鞘，只留下完整果穗，送入料倉或者直接倒入並行貨車。
點解要咁小心？因為果碎一旦撞傷，籽粒壓破，破口嘅汁液就會立即滲出，糖分流失，微生物有入口，呢一穗玉米就只可以降級處理。一部高效率甜玉米收割機每小時處理15至20公噸，相當於100幾個人不停用人手採收嘅產量。剝走嘅枝刃同外殼唔會浪費，會由強力風扇從機器後方吹返入田作為覆蓋物，或者運去做清取飼料。呢個同我哋講白糖嗰一集入邊嘅甜菜渣係同一個邏輯。現代農產加工幾乎唔容許任何副產品白白丟棄，因為副產品都係錢。貨車裝滿之後，立即駛去工廠。入廠第一件事係過磅同抽樣，檢測糖度同成熟度。呢兩個數字直接決定呢車價錢。卸貨區通常係一條巨型戶外輸送帶，一部推土機將成山嘅玉米逐小推上去，確保原料流不斷。規模有幾大？匈牙利邦杜埃勒喺當地3間工廠，最高一年處理13.6萬公噸甜玉米，生產接近3億罐。不過玉米入到廠，仍帶住殼，需同滿身泥接落嚟呢一關，係成條生產線最似理髮嘅一段。6把刀片，點樣將玉米粒由心上剃落嚟？第一站係分選，輸送帶將果穗排開，有經驗嘅檢查員靠肉眼將破損、受蟲害、過熟或者太細嘅果穗揀走。呢一步至今未被機器完全取代，因為要同時判斷顏色、飽滿程度同成熟度，人眼依然比相機快。跟住係脫殼，玉米會被送入一排高速旋轉嘅滾輪之間，滾輪表面有特別紋路，靠摩擦力將外層葉鞘同玉米須成片撕走，幾秒處理一條。難處在於力度、轉速同壓力要由感應器精準控制，力度太細會剝唔乾淨，殘留嘅玉米須會喺成品入面被消費者一眼睇到，力度太大又會壓穿籽粒。剝落嘅殼會被送入碎解機切碎，再運返農場作飼料或者堆肥。剝乾淨嘅玉米會進入清洗槽，槽入面唔只有清水，仲會加入梳打粉、檸檬酸呢類溫和嘅界面活性劑，利用輕微鹼性同起泡能力製造強力漩渦，將泥沙、碎葉同昆蟲由籽粒嗱嗱衝出嚟。要講清楚嘅係，高壓水洗可以沖走表面泥土同埋殘留物，但對已經滲入籽粒內部嘅農藥冇效。真正嘅防線喺前端，即係田間用藥管理同埋原料驗收，然後係技術含量最高一步脫粒。玉米粒必須由穗軸上完整剃落嚟，既唔可以壓碎，亦唔可以帶埋穗軸碎屑。工人會再檢查一次，將每一條玉米擺正喺輸送帶嘅固定位置，因為角度一歪，刀片就會切偏。切割頭裝有6把極鋒利刀片，高速旋轉，玉米穿過一刻，刀片貼住穗軸表面，將成層籽粒削落嚟。最聰明係刀距自動調校，玉米粗啲或者幼啲，長啲或者短啲，刀片之間嘅空隙都跟住變，確保每一條都切到正確深度。切得太淺，籽粒底部會留喺穗軸上，出品率下降；切得太深，穗軸纖維會混入產品，成批口感報廢。呢部脫粒機每小時處理超過7000條玉米，削落嚟嘅玉米粒唔係乾住運送，佢哋會跌入水同玉米本身汁液嘅混合液入面，再靠液體流動送去下一站。用玉米本身嘅汁液運送玉米粒，既可以減少碰撞破損，亦避免糖分被清水稀釋帶走。呢個同白糖嗰一集，糖廠利用甜菜本身嘅水清洗甜菜，完全係同一套工業思路。之後仲有一道震動篩，孔徑經精準計算，將殘留殼屑、碎粒同過細籽粒篩走。到呢度，玉米粒終於變得乾淨又均勻。但如果而家直接入罐，呢罐玉米擺3個月就會變黃變腍。原因唔係細菌，而係玉米本身。點解罐頭粟米擺2年仲係爽脆？粟米粒本身帶住一批天然酵素，最麻煩嘅係過氧化物酶同多酚氧化酶呢一類，佢哋喺常溫下會持續運作，令顏色變暗、風味變差、質感變軟。關鍵係呢啲酵素唔需要細菌幫手，只要仲有活性，長期儲存時，佢哋自己就會慢慢破壞粟米。所以入罐之前，一定要先將酵素關掉，做法叫預煮。粟米粒會送入熱水或者蒸汽通道，喺大約70至75度嘅水入面處理幾分鐘，時間視乎生產線設計，由1至2分鐘到4至5分鐘不等。呢一步唔係要將粟米煮熟，而係用熱力令酵素蛋白變性失去活性，同時輕微軟化粟米粒，鎖住鮮亮金黃色同爽脆口感。呢套原理我哋喺預製菜嗰一集講過，
急凍線上嘅西蘭花同青豆一樣，要先預煮再急凍，否則喺凍房擺3個月就會變黃變爛。預煮係蔬菜加工業共用嘅基礎技術，預煮完成之後一定要即刻降溫，否則餘熱會繼續將粟米煮過火。各廠做法唔同，亦睇得出成本同品質之間點樣取捨。傳統做法係直接浸凍水，成本最低，通常用接近2.5度嘅循環凍水，配合震動輸送帶將粟米粒攤開，避免黏埋結塊。但係浸凍水有代價，粟米由清洗預煮到冷卻，全程浸水會吸水，而罐頭係按固形物重量出售，吸入去嘅水最後拎走就係實際損失。所以先進工廠改用風冷，用震動裝置將粟米粒攤成薄薄一層，配合大功率風扇同循環製冷系統，吹出強勁冷氣流，幾分鐘裏邊降溫，完全避開吸水問題。去到呢一步，粟米粒已清潔、濕活同冷卻，準備入罐。而個鐵罐本身其實係被嚴重低估嘅工業產品。121度3分鐘，罐頭工業最重要嘅一個數字。先講個罐，佢唔係不鏽鋼，呢係常見誤解。食品罐主體係薄鋼板，內外鍍上一層石，形成馬口鐵，內壁再塗上一層有機塗層，將金屬同食物徹底隔開。呢層塗層一定要有，因為粟米喺121度之下會釋放含硫化合物。如果直接接觸裸鐵，就會形成黑色硫化鐵斑，開罐就黑晒。空罐入廠後，先由機械臂排列上輸送帶，用高溫蒸汽徹底清洗殺菌。跟住係最多人誤會嘅事，罐頭入邊嗰層水究竟係乜？佢唔係自來水，而係一種配方液，主要成分係純化水、鹽、糖，再加酸度調節劑，每樣都有作用。鹽同糖負責調味，輕微提高滲透壓；酸度調節劑就穩定 pH 值，抑制微生物生長，亦幫粟米保持鮮亮黃色。有啲產品線用淡鹽水，有啲就用淡粟米糖漿。入罐機將粟米粒精準注入預定高度，再加入配方液，但絕對唔會灌滿。罐口要留一段空位，業內叫頂尺。呢段空氣唔係偷工減料，而係預留俾熱膨脹。殺菌嘅時候，罐內物質會膨脹，冇頂戚，罐身就會變形甚至爆開。頂戚太大，抽真空之後，罐身又會向內凹，跟住就到真空封口機，先抽走多餘空氣，再壓上罐蓋，靠雙重捲封，將罐蓋同罐身嘅金屬邊緣捲埋一齊壓實。捲封嚴密程度決定呢罐粟米未來2至5年嘅命運。之後就係真正決定生死嘅一關。殺菌。粟米嘅 pH 值高過4.6，屬低酸食品，而低酸、無氧同密封3個條件，正係肉毒梭菌最理想嘅生長環境。呢種細菌產生嘅毒素係自然界已知毒性最強嘅物質之一。麻煩在於佢嘅芽孢喺100度滾水可捱幾個鐘，家用煲根本殺唔死。所以罐頭工業發展出全球通用標準，封好嘅罐頭整齊放入金屬籠，再推入叫殺菌鍋嘅高壓設備，喺115至121度嘅高壓蒸汽入邊處理。行業基準係喺121.1度下累積約3分鐘嘅殺菌值。業內寫成 F0等於3，代表將肉毒梭菌拿包數量降低12個數量級，即係減至1萬億分之一。實際生產入面，大部分工廠做到 F0嘅6至8分鐘，甚至更高，因為仲要對付比肉毒梭菌更耐熱嘅腐敗菌。順便更正一個廣傳講法，網上常話罐頭要加熱到華氏480度，呢講法錯，呢溫度足以將罐頭燒焦。真正數字係華氏250度左右，即係121度。出鍋後立即用循環凍水急速降溫，避免餘溫令到粟米繼續變軟。再抽樣送實驗室檢測粟米粒結構同微生物指標，最後貼標。正因有呢套流程，呢罐粟米先可以喺常溫擺2至5年。冇咗佢，就算冷藏，亦只可以捱幾日。不過粟米嘅旅程唔只得呢一條，同一塊田嘅粟米會走幾條完全唔同嘅路。同一株粟米3條完全唔同嘅路，第一條路係罐頭同急凍。同一批甜粟米除咗整成原粒罐頭，另一種係忌廉粟米，將部分粟米粒刮碎，釋放澱粉形成濃稠質感。呢亦正係1903年納聚爾嗰間細工場第一年賣嘅產品。除此之外，仲有玻璃樽裝急凍粟米粒，以及泰國大量出口嘅粟米筍，即係甜粟米授粉之前採摘嘅幼嫩黐碎。第二條路係爆穀，爆穀用嘅根本唔係甜粟米，而係一種硬粒粟米，
粟米粒外殼堅硬，內部含有適當比例嘅水分。加熱到180至到200度時，粟米粒內部嘅水會瞬間變成蒸汽，壓力衝破外殼，澱粉膨脹成我哋熟悉嘅形狀。呢個水變蒸汽衝出孔洞，體積暴升嘅原理同即食麵嗰一集入邊油炸麵餅脫水後留下孔洞，本質上係同一種物理現象嘅兩個版本。第三條路行得最遠，亦最少俾消費者見到，就係硬質粟米嘅深加工。粟米會磨成漿，再分離出澱粉，澱粉經酵素分解轉化成葡萄糖漿，再二構化成高果糖粟米糖漿。1980年代，美國可樂配方大規模由蔗糖轉用高果糖粟米糖漿，原因非常直接。粟米喺美國有補貼、有規模，價錢更低，而入口糖就有配額限制。我哋喺白糖嗰一集講過，甜菜糖同蔗糖之間嘅競爭。高果糖粟米糖漿就係呢場競爭入邊由粟米呢一邊殺入嚟嘅第三個參與者。今日美國一啲標示含高果糖粟米糖漿嘅飲品、醬料同烘焙食品，源頭都喺愛荷華州嗰片飼料粟米田。除此之外，硬質粟米亦大量流向以純燃料粟米油同埋工業澱粉。所以同一個物種走出罐頭、零食、飲品同埋燃料4種命運。但既然粟米罐頭係我哋真正每日食入口嘅一種，佢嘅安全問題就值得單獨講清楚。鈉內壁塗層同一個持續30年嘅誤會。先講鈉，粟米罐頭嘅問題唔在於粟米，而係嗰層配方液，唔同牌子差異可以好大，但有一個通用做法，就係開罐後將粟米倒入隔篩，拎走湯汁，再用清水沖洗一次，可以明顯減少鈉嘅攝取量。營養方面，粟米提供膳食纖維、維他命 B 群以及葉黃素同玉米黃素兩種對眼睛有幫助嘅類胡蘿蔔素，而高溫殺菌反而會令部分類胡蘿蔔素更容易俾人體吸收。罐頭粟米唔係，營養全部煮走晒嘅食物，佢只係含鈉同埋含糖。第二件事係罐頭內壁嘅塗層。過去幾十年，食品罐內層塗料嘅主流係以雙酚 A， 即係 BPA 做原料嘅環氧樹脂。BPA 被認定為內分泌干擾物之後，各地監管開始收緊。歐盟喺2024年12月通過第3190份之2024號規章，全面禁止 BPA 用於食品接觸材料。2025年1月20日生效，大部分一次性食品包裝嘅合規期限就落喺2026年7月20日。美國聯邦層面冇全面禁令，但市場已經先行一步。根據美國罐頭製造商協會講法，目前大約95%食品罐已經轉用非 BPA 塗層，主要係丙烯酸類、聚酯類或者希瑪類聚合物。要留意嘅係，不含 BPA 唔代表乜都冇，有啲替代品只係換成同一族嘅雙酚 S， 而標籤一般唔會清楚寫明採用邊種塗層。第三件事係消費者自己可以做嘅判斷。罐頭最危險嘅狀態唔係過期幾日，而係罐身膨脹、變形、生鏽滲漏，或者開罐時有異常噴濺同酸敗氣味，呢啲都係密封失效或者內部產生氣體嘅信號。遇到呢種罐頭，唯一正確處理方法就係成罐掉咗佢，千祈唔好試食。最後係嗰個持續咗30年嘅誤會，好多人認為甜粟米係基因改造農作物，甚至將佢同癌症風險拉上關係。事實係全球絕大多數基因改造粟米都係硬質粟米，用途係飼料、耳醇同工業原料。而我哋新鮮食整罐頭同急凍嘅甜粟米，基改品種比例好低。真正令今日甜粟米咁甜嘅唔係基因改造技術，而係1953年嗰粒被發現有罩粟特指嘅 S2 突變粟米粒，再加上之後幾十年傳統育種累積落嚟嘅成果。由頭到尾睇晒成條產業鏈，粟米罐頭真正嘅技術成就，其實唔只係保存食物咁簡單。佢做嘅係將食物由季節同地域限制之中抽離。甜粟米每年只有一段短暫收成期，由粟米穗摘下之後，糖分會以每個鐘為單位流失，但嗰個鐵罐令佢可以喺貨架上停留2至5年，令台北、香港、吉隆坡同多倫多嘅廚房喺任何月份都可以得到7月田間嘅甜度。呢件事喺人類歷史絕大部分時間入邊根本冇可能做到嘅，而成本亦被壓到極低。罐頭粟米喺好多地方比新鮮蔬菜更平，亦正因為咁，佢喺低收入家庭餐桌上所佔嘅分量越嚟越重，但代價並唔係完全冇。
為咗令粟米捱得過機械收割、長途運輸同排隊等候，育種方向長期偏向內運送、內儲存，糖分流失得慢，而唔係單純追求風味層次。同時，罐頭產業本身亦喺全球轉移。1903年撐起明尼蘇達州小鎮納聚爾嗰間工廠喺1995年關閉，部分產能轉移到成本較低嘅地方。而今日粟米罐頭最大出口國係泰國。你喺超級市場為一罐平價粟米付出嘅少少錢，背後係一整套包括合約間作、跨國貨櫃同產地轉移嘅成本安排。只有產業鏈最上游同最下游嘅人睇得見，中間嘅消費者睇唔見。問題嚟啦，睇完呢一集，你屋企櫥櫃最常出現邊一種粟米罐頭？係撈沙律用嘅原粒粟米，係煮濃湯用嘅紀念粟米，係打邊爐用嘅粟米筍，定係根本唔買罐頭，只會喺夏天食新鮮粟米？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選擇。